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下晝3:86，欢迎準時收看福氣來力，我係劉慧晶。今日咧半夜咧係好事生產線，帶大家共下來認識到東貴好事，咪來了解到菜地嘅特產咯。下禮拜日啦，就算係啲拍咧，熱天嘅腳步，相信到也咪快會到咧。講到咧熱天吼，熱天嘅食材來講，啲鮮菜吼，最近咧唔會少哦，相信到咪當豐富。一講到咧熱天哦，想辦法有到位果子係熱天醬油嘅吼。熱天醬食得多，當然是我會特別討啲細節來推薦大家咯。今邊咧，我同大家來講到呢種果子品系啊，無切隻拿來食，唔過呢吼，佢當有呢個營養價值，可能有啲咩有啲人哦，唔是聽過咩，唔是見，今邊咧，我來睇啲專家好好來同大家來講下咯。一下呢，我一來分享到今邊咧，特別來邊齊永明、齊聰總好。大家好，我係齊永明。係來自屏東尼埔嘅，今日又係特別歡喜帶入嘅努力過來同大家來分享地地魚嘅好處。您講到對一個太湖上下來到人家台北嘅現場，我哋嚟大家來分享嘅呀嗬。講到也一樣嘅，就從人嘅努力過啊，真實嘅嗬，可能當到朋友啊嗬，唔識談過佢係乜嘅，唔過要到嘅朋友講真實嘅嗬，要接觸過嗬，一講嘅也努力過，上來啊嗬，也係到南部種地起來，就表示講也係。熱帶果子，哈，熱帶大概也出唔嚟，哈，也都喺台灣本地都有嘅，也係將一下農業一定強咧，哈。另外啲嘅拿到台灣來種，因為種地時代啊，係技術啦，也係各方面嘅嚟改良下都種到一定好，所以也努力過係呢未來嘅。其實努力過喺一本書嚟講，台灣咧有嘅恆春、金門、蘭嶼一種咧熱帶嘅多項農業。所以講熱帶度全部都有咧，唔係講台灣冇，台灣其實咩有？係，有很多我哋講嘅台灣種有50年嘅時間。嗰時候我哋喺一位恆春咧田邊啊，也有發現到也樹神可以睇頭，可以有嘅年輪都係有已經50年嘅時間。哦，咁所以下方面可能看到嘅，學也都係自家本身種嘅人努力過，留台灣原生種種恆春啦，啊金門也特別都有嘅，也係強樣嘅，也係冇強樣嘅，一品種冇強樣，一品種係哪來嘅？有一品種係印尼，我哋要再來同科技太好來改良過，講我哋推註冊商標很多祖母綠嘅品種。一隻品種按照祖母綠嘅品種，嗬，就係印尼來、韓國而都要來攞嚟做個改良，又係將個品種嘅改良，做一下方面好看到嘅一樣嘅，哦，真係咧，嗬，處有睇咧。一所以來唔講一上到從物界呢，我知道看到一個嘅線咧，嗬，實在。動片片，吼，就嗰陣就看到了，就冇當時看到有安樣新嘅也個想講果子，也咩算果子，還差不多果子嘅一種啦，吼，好，唔過也果子冇拿來生咧，吼，也都冇拿來生，當然就係因為也個大家唔知韓國唔知安樣嘅來處理也得啦，當然做唔得生，還有其他嘅也個原因嘛，唔係講做唔得生，做唔得直接拿來生，好，也就講到也未哦，你努力過來講哦。一下頭先講台灣油、印尼油，全世界各地係用呢單嘅油啊。哦，最有名路係太海地，因為佢有個太平洋全也全多嘅地方，所以熱帶多項農業。全世界講起來，有個努力過嘅品種有80人嘅品種。像安樣一種嘅，也個差不多來講都有80人種嘅品種嘅，吼，也係都係喺人家改良出來嘅。好，因為啊，過去又係喺台灣嘅環境種嘅3年過後，樹都還有東多嘅。嗰種佢最強嘅就係一個藍天嘅天時，吼，就要做人嘅時間就冇法度做。係，為東西。嗰時候我哋都同科技大學共下來研究樣嘅啲羱化，適應我哋台灣嘅環境。要多長哦？我研究嘅時間。我哋已經培養並羱化，差唔多也係投入精神時間有3年以上嘅。
哇，3年的時間吼，你講到來留意研發出一個專利嘅哦，有註冊嘅吼，一個品種吼，講真實咧都冇簡單啊！因台灣嘅農民來講吼，也對啊方面也係慢慢嘅吼，要引來因充實嘅。唔過講真實咧吼，都南部來講吼，尤其佢本身冇下笨蛋來種嘅，應該係其他東西嘛，已經講到3年嘅時間吼，笨蛋係種乜嘅？本來係種檳榔咧，客家人最了解，因為呢部分我哋客家地區，而家嘅檳榔嘅品種也最好，面積也種嘅最多。係，係啊。啊，檳榔來講真實咧嗬，要冬蟲一段時間，其實咩以後啦嗬，咩做一定講賺得到錢啦嗬，你用唔會講想講我來種嘢嘅努力講。哦，其實。嗰些檳榔也係算高經濟價值的東西。錯㗎。我哋迄個使用有講迄個工種來講，真是可以強爽。而做半年，有菜樹半年、標半年，都有得到按個位嘅財年入來。韓國種就唔係講到無限嘅嗬。可以強爽，但係如發現到講自家親朋好友、自家裝批。50多檳榔是得口腔癌也有做迄個，我看到自家好朋友食安尼東西，我自家又來種，又冇嘢食，佢像一個海綿樣嘅。係樣嘅嗬，嗰個自家冇愛嘅東西哦，你咩冇愛買冇面色，係安樣嘅意思。嗰時你就想講我來振作，不過愛振作幾下啦嗬，而係都冇下來講將來全部嘅日田啊，人都講更有一番。我哋目前對阿公樹嘅6本800樹頭行又有3甲田。3甲田，3甲田嘅下全部咩種檳榔嗬？哎呀下咧，一下我都全部種作一種嘅保健食品。攞呢個？係攞呢。如果係我哋講頭下嘅下嗬，我來改種攞呢個嘅下，可能有一隻嘅高層啦嗬，而係用嚟去發現咧，韓國嘅下老阿爸嗬，即係講太面沙嚟做。交通嘅事情係用嚟嚟交通嘅。其實當時如果自家老太係中醫博士，我亦有照顧到一啲老人家嘅肺癌嘅老人家，佢也身體上也生一啲腫瘤同結卵難題，嗰類而用中藥，嗰有啲氨基酸，嗰加上也啲努力過，也使讓自家。本單記得自家有種。有種。都帶對台灣來中國後，路繼續本創業開始。是的，西藏業過後，伊去到基督教醫院去復檢，都看到也為腫瘤已經完全冇看到嘅。主治醫師又沒看到講，我藥嘅冇安好，個來冇伊也先生。都在用乜嘅意思？所以也老闆妹老公路，個老師也係講。先生啊，人家藥嘅我哋冇事的喲，我哋該講中醫哦，講我哋食中藥，個要食我哋自家種嘅努力過，個醫生堂喺度講，咁你好繼續食，繼續食安陽片嗬，古時呢就係因為安陽嘅一隻機會嗬，就想講，聽到人講安好，就想講來吃中看下咧，唔過吃中藥嘅用嘅係最耐來。好，也有係看到也位北美已經身體慢慢地健康起來。嗰當時我也有些想講，對檳榔而來去請一啲替代作物，也有去學嘅藥草嘅也位課程。但係也有種嘅將近花2年嘅時間。嗰等到種出來東西，而來賣對也地位市場上去嘅台灣對也藥草嘅認同度還冇按過。變咧做出來嘅東西不付成本，係啊，嗰邊講就發現到也安好嘅東西，老阿伯因為伊同我講，我食上10年去分享看，嗰啲腫瘤冇嘅，唔止人家仲要好，係我努力嗰個好，嗰時候我想到講，佢既然係安好，咁我要來囤1甲田強嘅風險來種安嘅東西，嗰時候也當中。有啲過程也係經過同太人沙嘅溝通，而家看法同我看法冇同樣，所以咧咪講也會按出嘅東西，冇人食嘅東西，
槟榔如树上安好，唔继续，总有啲无人知嘅东西，伊也会当些。哦，真是咯，也讲路边嘅来讲，一下都係講本單嘅，也係講作物啦，也係講耕種各方面，種到好，一下嘅哦，要用來穩，睇佢都會想講，哎呀，樹葉就會受提起嗬，人馬都講到成法各方面會受到影響，佢說要改變啊，也真係需要，你講係勇氣呢？係啊，勇氣，也係個堅持。嗰幾下我都要去溝通，講我因為講也按好嘅東西，必須槟榔有你大，也係會冇人識，會走下坡。咁我哋趁日機會有槟榔樹多嘅部分咧，財力來去投資也一項。我後面也冇認同，明日所有同爸爸講嘅計劃，讓只有講哦當主嘅喲，爸食飯嘅喲，讓講到也計劃嘅。當你搶講一樣哦，計劃天天咧。因為嘅真係嘅下先講到天初唔講動艱苦呢。艱苦，因為愛創業，又愛受到睇人家冇認同，嗰時候又愛看面色，嗰時候嘅下一餐咪真是又係一種羞恥嘅一種嘅一門學問嚟哦。也真係就係學自家愛一樣嘅去處理一樣嘅狀況哦，真係就係也講上班下嗬，處理到好，都大家都做得到放咯；處理到唔好嘅時節，哦，嘅真係嗬，唔講到也都冇氣可能會阿邊咩動態啦嗬。學你講到也嚟就面下，嗬面下而終要叫嘅時間過後，也睇人曬要做定認同嘅。也有些開發產品，從中到第4年，公司也已經有做出國家，做也會試得動，嗰邊做茶包，也係三項都最做嘅產品。嗰如果有其他嘅有機嘅面試或團體有攬茶來啊，參觀我哋嘅農場，並順勢了解努力過嘅，也會效果同有機嘅種狀。我有嘅時間如有一擺一個團體來去我係分享嘅時間，啊，如看到一啲營養嘅係我蘿蔔嘅蟲嘅時候，嘅頭湯啊，頭湯，嗰陣都係做埋嘅，嗰陣而你湯好喺結束之前，會留一啲25分鐘俾人採購，買東西帶過去，有講嘅伴手禮，嗰個下嘅我都會走我嘅行程，會送人哋去到坐遊覽車。古嘢我都能熱來時間，能看到有一啲營養嘅走出來，原來嘅種牙包啊，係啊，而啲計劃都quite關心講，佢根本買幾多錢啊？講我有佢講，根本樹上唔會差，最冇係要買啲2萬5元，講我係先開我都拿5000元塞嚟俾做收費，可以過聽。就是吃到講，原來嘅嗬，呀下來盡做嘢，吃到要到嘅成果咧，從而咩唔會講，唔會餓到咧，嗬，你講也按用春嘅度來食啦，也要本人認同，嗰以談到我哋講起，伊也嘛應該會有信心講，伊也來也要出頭喲。好，鼓勵你嗬，就按樣嘅嘅時間過後呢，慢慢嘅嗬，就佢咩行出來，來了解。也仲係努力過，韓國呢咪來留人聽書嘅，講真實咧，也就係愛按長嘅時間啦。韓國自家愛堅持一好嘅東西，愛來推廣俾大家。韓國咪愛得到有客人嘅一種認同咧，冇按改哦。所以也努力過，到底係有呢度嘅一個好處啦。韓國呢佢係有呢度嘅一個營養價值，可能家下條整個繼續來留大家來講多咯，成多一位來聊下嚟。